咦？有頸痛腰痛，你唔去搞條頸，唔去搞條腰，你搞個胸做乜嘢啊？雙手手腕喺膊頭嘅正下方，膝頭哥喺髖關節嘅正下方，唔好拗腰，亦都唔好拱起條腰。一邊手掌輕輕放喺同邊耳仔側邊，轉身手踭輕輕觸碰床面，然之後手踭指向天，另一隻手同時間用力向床嘅方向撐。如果張床太腍，撳住床嗰隻手嘅手腕唔係太舒服，可以用手踭擺喺床度做。鼻吸氣，手踭轉向天。口呼氣，手踭轉返落嚟，每轉一下應該都會發現自己旋轉嘅幅度會越嚟越大嘅。呢個動作可以增加胸椎靈活性。平時頸椎或者腰椎有代償壓力，有可能係因為胸椎靈活性不足而導致。有痛症嘅地方唔一定係問題根源，要斬草除根，一定要做詳細檢查，揾出源頭啦。呢個動作仲可以企喺度或者坐喺度做，都做到同樣效果。如果你有痛症或者不良姿勢問題，但係仲未 follow我係唔會放過你㗎。留言你最中意邊一種方法，我再拍一條詳細講解動作嘅片俾你啦。我係運動及物理治療師 Coco， 每日都會發放健康資訊同埋正能量俾大家。